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十分好書，一個結合 AI 工具嘅閱讀試身室，每日10分鐘，輕鬆揀出最啱你嘅好書。大家覺唔覺得每日返工或者溫書嘅時候，總會有幾個鐘頭係靈魂出竅嘅？明明對住部電腦，但係個腦就一片空白。又或者下晝食完晏晝飯之後，對眼重到好似吊住個沙包咁，完全集中唔到精神。然後你望下身邊嗰啲老闆或者超級學霸，點解佢哋好似由朝到晚都精力充沛，好似裝咗個核動力引擎咁，專注力永遠都唔會跌窩嘅呢？到底係佢哋意志力特別強，定係我哋天生就比人弱呢？今日要同大家深度導讀嘅好書，叫做《為什麼一流人才的專注力能持續一整天》。作者係日本非常出名嘅外科權威兼抗衰老專家南雲吉則醫生。南雲醫生自己本身就係一個超級大忙人，每日要做好多台複雜嘅手術，仲要寫書同埋周圍演講。但係佢嘅專注力絕對係超人級別。佢喺呢本書入面話俾我哋知，所謂嘅專注力根本就唔係靠死忍或者意志力死撐出嚟嘅，而係建基於一套符合人體生理時鐘同埋神經科學嘅微小習慣。只要你學識幫身體創造一個最完美嘅運作環境，你都可以好似一流人才咁，成日都保持住頭腦最清醒嘅巔峰狀態。第一部分。撕開意志力同埋提神飲品嘅假面具。好多人一講到要集中精神，第一時間就會諗起要咬緊牙關，或者啪幾罐能量飲品同埋特濃咖啡。作者一針見血咁指出，呢個係現代人對專注力最大嘅誤解。我哋嘅大腦其實係一部好精密，但又好容易攰嘅機器。如果你夾硬用意志力去逼自己專注，就好似踩住個剎車掣去踩油門咁，只會令到大腦提早過熱同埋當機。更致命嘅係，好多人中意靠食甜嘢或者飲含糖嘅提神飲品去谷起個精神。作者身為醫生，佢好嚴肅咁警告我哋，呢啲高糖分嘅食物落到肚，的確會令你嘅血糖喺短時間內急速飆升，大腦會突然間覺得好興奮。但係好景不常，你嘅身體為咗保護你，會分泌大量嘅胰島素去壓低個血糖。血糖一急跌，你就會陷入一種叫做低血糖嘅疲倦期。呢個時候，你唔單止會覺得眼瞓，仲會覺得焦慮同埋暴躁，原本剩低嗰少少專注力都會瞬間灰飛煙滅。所以靠食糖或者過量咖啡因去提神，其實係喺度預支緊你未來幾個鐘頭嘅精神，係一種得不償失嘅高利貸。第二部分，激發大腦嘅飢餓感與自律神經。既然唔可以靠食嘢去提神，咁到底點樣先可以令大腦保持敏銳呢？南雲醫生提出咗一個非常顛覆常識嘅方法，就係保持適度嘅空腹感。大家回想一下，人類喺遠古時代幾時先至需要極度嘅專注力呢？冇錯，就係喺肚餓要出去打獵嘅時候。當我哋嘅身體處於飢餓狀態，大腦就會意識到生存危機，從而分泌出一種叫做腎上腺素嘅荷爾蒙，令到我哋嘅視覺、聽覺同埋判斷力都提升到最高境界。相反，如果我哋餐餐都食到10分飽，大量嘅血液就會湧去腸胃度幫手消化，大腦就會缺血缺氧，你自然就會覺得昏昏欲睡。所以作者極力推崇，我哋食晏晝飯嘅時候，最好只係食6、7成飽，盡量少食白飯或者麵包呢啲精製澱粉質，多啲食蔬菜同埋優質蛋白質。當你下午保持住微微肚餓嘅感覺，你會發現你嘅大腦會前所未有咁清晰，做嘢效率會快好多。另外，專注力嘅高低同我哋體內嘅自律神經有住密不可分嘅關係。
自律神經分為交感神經同埋副交感神經。交感神經負責戰鬥同埋專注，副交感神經就負責放鬆同埋休息。一流人才之所以犀利，唔係因為佢哋嘅交感神經永遠都開住，而係佢哋好識得喺呢兩種神經之間自由切換。當大腦連續運作咗90分鐘左右，專注力必然會下降。呢個時候，你就要強制自己起身行下，飲杯水，甚至合埋雙眼，深呼吸幾下，主動啟動副交感神經去幫大腦散熱。識得主動休息嘅人，先至有資格去談論持久嘅專注力。第三部分，打造不受干擾嘅高質量生活習慣。除咗飲食同埋休息，日常嘅微習慣亦都係決定專注力嘅關鍵。作者喺書入面分享咗好多佢自己親身實踐緊嘅高效率習慣。第一樣就係要學識保護自己嘅黃金時間。南雲醫生每日朝早起身之後嘅頭幾個鐘，係大腦經過一晚休息最乾淨、最清晰嘅時候。呢段時間絕對唔可以浪費喺覆電郵、碌社交媒體或者開啲無聊嘅例會上面。一流人才會將最需要努力、最核心嘅工作全部安排喺朝早完成。當你喺黃金時間解決咗最難嘅任務，你全日嘅心理壓力就會大減，剩低嘅時間就可以輕鬆咁處理其他瑣碎事。第二樣好重要嘅習慣就係斷捨離你嘅工作環境。作者強調，物理空間嘅混亂會直接導致大腦嘅混亂。如果你將辦公台上面堆滿晒雜物，電腦桌面又開咗幾十個視窗，你大腦嘅潛意識就會不斷咁被呢啲無關痛癢嘅資訊干擾，白白消耗緊你寶貴嘅專注力配額。所以每日做嘢之前，一定要將視線範圍內嘅所有雜物清走，將手機調校去靜音模式，甚至擺入抽屉入面。當你為大腦創造咗一個零干擾嘅物理空間，你嘅思緒先至可以好似鐳射光咁，精準咁聚焦喺你手頭上嘅工作度。最後，作者亦都特別提到睡眠質素嘅重要性。夜晚11點到凌晨2點係人體修復神經細胞、分泌生長激素嘅黃金時間。如果你喺呢段時間仲對住部手機，屏幕嘅藍光就會抑制褪黑激素嘅分泌，令到你嘅睡眠變得非常淺。第二朝起身，大腦就好像未重新開機咁，專注力當然會大打折扣。所以一流人才絕對唔會熬夜去證明自己好勤力，佢哋會將優質嘅睡眠當成係第二日高效率工作嘅最核心準備。第四部分，總結與行動指南。好啦，又到咗我哋總結嘅時間。為什麼一流人才的專注力能持續一整天？呢本書徹底打破咗我哋對專注力嘅迷思。作者南雲醫生用醫學同埋科學嘅角度話俾我哋知，專注力唔係一種玄妙嘅意志力，而係可以透過後天習慣去培養嘅生理狀態。只要我哋戒除高糖飲食，利用適度嘅空腹感去激發大腦，學識喺工作同埋休息之間建立節奏，再配合零干擾嘅環境同埋優質嘅睡眠，我哋每個人都可以將自己嘅大腦升級做一部高效運作嘅超級電腦。呢本書我會強烈推薦俾所有每日都覺得唔夠瞓、返工溫書好容易分心，或者成日因為拖延症而感到焦慮嘅朋友。無論你係學生哥定係職場人士，書入面教嘅呢啲微習慣，總會有幾個可以即刻幫你對症下藥，反你對生活嘅掌控感。如果睇完今日呢條片，你只可以選擇做一件事嘅話，我俾大家嘅行動建議係：聽日食晏晝飯嘅時候，試下將平時食開嘅白飯或者粉麵份量減半，然後食多啲菜同埋肉。
食完之後唔好即刻埋位做嘢，合埋眼休息10分鐘。你親自去體驗一下，下午嗰種冇咁眼瞓、頭腦保持清晰嘅感覺，呢個就會係你重拾專注力嘅第一步。最後，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：平時你喺做嘢或者溫書嘅時候，最容易令你分心、破壞你專注力嘅罪魁禍首到底係咩呢？係手機嘅通知、同事嘅傾偈聲，定係你自己嘅胡思亂想呢？歡迎喺下面留言分享你嘅煩惱，等我哋一齊度橋點樣去對付佢啦。如果你中意呢條片，請俾個 like 同訂閱，亦可以使用 Super Thanks 支持我哋繼續製作好內容。